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超快速輸入自定儲存格樣式，有時入資料時部分資料係重複，我哋可以自定儲存格樣式嚟減少重複輸入。例如輸入員工編號前面都係2025，而後面3個數字係員工嘅到職序號，所以手動輸入時，我哋要不斷重複輸入6位數字，每一個編號都要輸入6個數字，非常浪費時間。只要利用儲存格格式嘅自定，設定為202500井號，入資料時入最後到職序號就可以，效率得以提升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。